知大仙带有活宝前来听候，我带有喜信前来，我也上提醒走。喜神就是吉祥神，民间传说喜神原是拜北斗星神的一位虔诚女子。修道成仙了后，北斗星君来询问其所求，女子举手认可，俏理不答。北斗星君故以为伊的祈求爱有喙手，于是就随为难离身。因为伊笑的时阵经常喜气洋洋，李方为喜神。将此喜神专属喜气，伊也就是喜神的由来。喜神应开众三元，根本地名该齐全，无可叠加人呈现，显耀文美名声。